分開咗之後，麥兜開始寫日記，第一頁就寫：今日冇諗起佢咯。第二日就寫返，其實仲有少少喎。第三頁佢就講啦，其實成日都係有諗起佢㗎。第四頁就開始唔寫字，畫咗個火鍋。朋友就望住佢問：個火鍋我嚟做咩㗎？麥兜就答啦：以前我哋鬧完交都會去食火鍋㗎，嗰陣至少坐低就會講返嘢咯。朋友呆咗呆，跟住就問佢啦：咁你畫嚟做乜嘢啊？麥兜苦笑，好無厘頭咁就答啦：而家冇人同我鬧交，火鍋就凍咗咯。其實佢心裏邊諗，凍咗其實好似我哋關係咁樣咯。